各位有緣人，你哋好。今日係3月22號嘅沙田10場賽事啊，打比大賽今日喎。好，我哋先講第3場3班1200米嘅1號南區之星78分，喺呢組呢，佢要咩頂磅，加上10檔位差，即係發揮困難啲啦，係咪？你放頭又蝕底，留後你又未必夠追，因為135磅，加上1000零磅馬仔，考完成場仲要收8磅，梗係唔要啦呢啲馬。3號競進王者贏咗之後，連拼2次走勢都係差嘅，馬好似冇進步。我認為呢啲馬咧喺呢組咧，我都係問下，因為跑出2次先成3、4個馬位，所以不要為妙啦。5號黃金大亨啊！呢隻馬咧，佢試就有考驗㗎，咁都有啲比落佢都有嘅，有反應嘅。但係喺外國咧跑咗15次㗎嚇，我驚係早熟早殘嗰種。最好咧就睇臨場個飛，佢有冇飛，因為呢隻馬係告東嚟嘅。如果你認為佢喺20倍樓下咧，你要去買㗎啦。咁而家我唔會揀佢嘅。6號健康快車，佢連拼4次。即係跑4次啊，佢都贏唔到，但係次次都有飛嘅喎，10幾20倍喎，即係叫冷飛啊，即係跑第2、3啊，第2、第3嗰啲嘅。咁就係呢啲馬咧有能力，但係咧唔係想象中咁高嘅質素咯。咁你73分，即係咁講啊，冇咩優勢嘅。佢實搏㗎，咁啊呢啲馬賽係咪先？如果叻嘅一早贏咗啦，係咪？點會搏到而家得第2、第3啫？所以我都唔揀佢嘅。7號名揚四海四大閘就冇乜走勢嘅，加上佢65分喺呢一組佢轉唔到優勢㗎，因為相差磅我都係7、8磅，所以冇優勢，我都係唔要佢。8號咧贏得威風咧，成場初出係冇乜走勢嘅喎，喺外國又跑咗10幾次，小心都係早熟早殘嗰種啊，分分鐘。加上呢組對手唔弱㗎，不要為妙。第3場咧，我係提供就係4號嘅國千金，2號嘅嘉應奇兵，10號嘅太子，9號嘅線路英雄。第4場4班嘅1200米，1號隨神，3班係冇優勢㗎，落4班特別咩重磅，雖然減輕2磅。對住呢組對手係冇優勢可言，我認為等佢去跑馬地先，而家跑沙田嘛，對手強嘛，所以我都唔揀佢。2號金創福威咩重磅9檔位差啲，加上面對側身狀態跑起個馬，你機會大打折扣呢啲馬，因為季初贏咗啊嘛。3號手機標勁咩重磅13檔位差。加上呢組對手多馬搶放嘅，即係多馬搶放意思啊！又係咪有2、3隻同佢鬥搶放嘅？佢跑法被動，不要為妙咯。4號八村好運，成場力拼跑第2，佢都係放㗎。咁啊，負個幾馬位，以盡所能。我認為呢組馬我咪講咗多馬搶放，佢10檔位差，加上2個星期再跑，佢體力未必足夠應付㗎，小心為妙呢啲馬。5號逍遙人生連拼3仗，得個2個第2，1個第1。你話佢叻唔叻？算叻㗎啦。不過今次咧，佢要咩131磅，雖然排好位，但係有馬同佢鬥燒㗎。咁我覺得呢啲機會咧，佢呢次比咗都係33、44嘅。8號咧北極之標。呢隻馬咧係3歲自個新馬嚟㗎，第1次跑㗎。咁啊對住呢一組，加上11檔位差，我諗佢嘅機會係咪不在咧？除非你有分，我認為唔係時候咯。而家佢10號萬里鵬遙跑咗3次走勢線差，繼續以賽代操，冇嘢講啦。11號好精神，48分評分都冇優勢，加上魏韶咧都唔騎，即係唔揀佢嚟騎啊。咁啊〜佢能力係有限公司嘅馬，係咁係叻嗰啲贏咗啦，咁多喺度，而家未贏，最叻跑第2嘅好似。
咁所以呢啲馬能力有限都係唔要。12號皮具巴洛跑3次毫無走勢，12檔位差繼續跑下先啦。13號咧風取人生啊，成場15倍爆冷成功，但呢次係上翻4班喎跑喎，咁啊揾阿黃志宏減多3磅，咁但係對手都好強嘅，佢考驗大咗呢次，所以我都覺得佢得個博字啫，唔揀佢。咁啊第4場咧我就揀咗9號嘅傳承精神，7號嘅遨遊波士，6號嘅鼓浪好友，今日14號幸運加持。好，第5場啊，4班啊1400米，1號有型人佢孭頂磅，8檔位差啲，對手又真強咗，考驗大咗㗎，小心為妙啊。2號榮理雙收落4班孭重磅，隔14日跑，體力未必足夠應付，不要為妙啦。3號標之浩瀚，成場贏咗增程，再加上孭多5磅，11檔嘅位差咗，機會大打折扣㗎。4號進敖星揾減7號騎師跑好㗎嚇，但係咧12檔位差，要口見習生嘅發揮，即係黃寶亮發揮啦。咁啊〜加上多馬長放，佢未必可以將個馬維持貫徹到底㗎個勁力，所以我都唔揀佢。5號江年80肯定放頭啊！呢次成場受咗，嗱隔7日再跑喎，一檔好位㗎嚇，咁啊佢放頭就會點咧？多馬長長放，咁但係記住喎，佢成場受咗之後冇咩用力，但係咧個過中段我睇佢咧都係掉下咁過。係睇唔到咩出嚟㗎，但馬呢個馬會嘅評磅員居然減佢2分喎，係咩意思咧？咁係咪冇咁叻啊呢隻馬？咁所以我都有懷疑，我都唔揀佢啊。6號99維軍，今個係跑咗9次，先得個第2，得一個第2咋嚇，係唔叻㗎。呢啲自扣馬嚟㗎嘛，如果叻嘅都贏咗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加上14檔位差，仲要贏對手磅，我睇機會未知又未啦。8號啊，金進寶區，佢成場初出走勢普通，增程好嘅呢次啊，加多200，但對住呢一組對手強啊，機會談得上得佢。9號大豪先鋒，師大澤係冇乜走勢嘅，大隻馬1260幾磅啊馬，我諗佢第一次參與競賽喎，大佬係咪留意見佢種走勢？等佢温下場先啦。10號華麗再贏，跑咗2次，走勢算差，10檔位差，對住呢一組機會未知有未。14號幸運歡笑，跑咗4次，走勢算差，13檔位差啲啦，13檔肯定差啦，冇話差啲，肯定差，係冇着數嘅，因為你放。你要泄氣嘅，係咪？再加上你未有表現，所以唔要啦呢啲馬。好，第5場啊嚇，7號馬創寶區，12號超開心，11號生彩，13號非凡時刻，大9場啦嚇，3班嘅1400米，1號。魅力奔騰，師大集走勢普通，孭頂磅。雖然初次第一次跑啦，今季佢有佔咗體力之優㗎，因為而家季中尾啦嘛，佔咗體力之優。但係佢贏對手磅喎，大佬贏成11、2磅、15磅對下嗰啲啊，咁佢嘅考驗大啲嘅呢次，即係除非佢有分係手啊，而家20分啦，你睇臨場對數咪知咯。我相信佢30幾倍以上唔使要㗎啦，你話20倍落去就要嘅。2號綠野飛馳，連拼4次得3個第2，1個第1，算叻㗎啦。但係佢次次而家近2次孭130幾磅嘅，133、132㗎。但係隔2星期再跑喎，呢次又孭到135磅喎，仲要11檔位差喎，機會咪大打折扣啊！3號勇冠群英。71分評分毫無優勢嘅，繼續減分。4號阿基拉
67分呢個評分係冇優勢，加上隔7日跑，佢上次啊1200跑第3好似，呢次增程200係單跑㗎嚇，但係我覺得佢體力佢未必去應付呢啲組馬咯，所以機會都係3344咯。6號閃光燈咧，呢隻馬咧係有能力嘅，不過唔知點解咧，佢4班贏咗上3班跑都即係覺得佢有進步應該會啊嘛，但係佢次次跑唔到，都係輸2-3個馬位咁止，即係你話佢叻唔叻？可能係質素有限公司咯，變咗喺呢個3班係冇着數嘅，所以我認為佢都係搏係唔穩陣嘅馬，再加上12檔位差，我唔會揀佢咯。8號和光同塵，佢上次毫無走勢，真情啱嘅，一檔又好位，會成次放頭或者手好位跑嘅，通常呢啲馬係咪呢個真情啊嘛？咁但係佢未必貫徹到底嘅喎，多馬搶房嘛，所以不以為妙嘅。10號精跑時計，史大澤冇走勢，自在參與性質啫，我認為啊。11號精彩動力都係㗎，今日跑咗5次，全部走勢嘅。咁你隔14日再跑可以變身咩？我認為絕對唔可以咯，因為啲泥地馬，除非跑馬地有機會變身，沙田大佬全部強手嚟嘅，啊！即係我認為佢係減分繼續嘅呢啲馬，所以咧唔揀。第9場揀咗咩咧？7號高高至高，9號有形量，12號都靈半升，5號活力拍檔。各位有緣，今日提供值得投資係邊一場咧？係第4場嘅。9號全城精神獨贏位置，另外提供咧第2乘3嗰邊2乘1個批係第5場嘅7號創寶區，第9場7號高高至高，祝各位有緣人 Win Q 齊中。我又要講2句啦，上期即係星期3。得600嘅人睇，我都唔明，成日都中 Q 嘅，啊，又中4重彩、3重彩，我都唔知點解越嚟越少人睇嘅，我真係好唔開心啊！即係我都希望將我識得嘅嘢分析好啲俾你哋，等你哋去贏馬會錢，咁啊幫我推介。點解越睇越少人呢？我真係唔開心㗎，真係講真嗰句，我自己啊贏錢好開心 ，OK， 但我都希望你哋幫我推介多人睇，多人去贏啊嘛！馬會錢係咪先？總之咁講啦，希望你繼續幫我宣傳啦，同埋去點讚啦、鼓勵下啦嚇，唔該晒你哋啦〜